Lisa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一直有在做留学相关的影片。那自从我开始这个频道之后呢，我常常会收到一些留言问我，在美国的生活费大概要多少啊？还有一些关于打工的问题。而我自己现在也在美国生活嘛，所以我知道不是每个留学生或者是在美国生活的人都很有钱。那我也知道大家一定都很想省钱。那问题是，到底要怎么省钱呢？我今天这集美国留学的影片呢，不教怎么转学，不教怎么申请学校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教大家的是如何省钱，甚至是赚钱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叫 Go Cashback 的网站，它可以让你一边买东西又一边省钱哦。现在大家头上是不是一堆的黑人问号？想说不是教我怎么省钱吗？怎么又教我买东西嘞？是没错啦，不过你在美国生活是不用买东西吗？而且不花钱是要怎么讲省钱啦？好啦。Go Cashback 它这个网站呢，就是你只要通过 Go Cashback 这个网站去网购的话 ，Go Cashback 呢就会给你回馈金。大家有没有听到？你买东西它还会给你回馈金哦。而且 Go Cashback 这个网站上面它有很多合作的大厂，它常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打折折扣哦。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大节日，像是感恩节、圣诞节、劳动节等等的节日 ，Go Cashback 都会提供很多的配套折扣。这些折扣呢，很可能是你直接去直营商店是没有的哦。好啦，说实话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网购的。我基本上除了食物之外，我很多东西基本上都会去网购，像是衣服啊、鞋子啊、雨伞啊等等的生活用品呢，我都会去网购。说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跟这个网站真的是相见恨晚啊！我要是早一点知道这个网站，我现在都不知道省下几个亿了。好像没有那么夸张啦。那 Go Cashback 它这个网站提供的东西很多元，像是它就有卖一些服装啊、化妆品啊，猫咪应该是没有在卖啦。然后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啊，像是吸尘器啊等等的。所以如果你也想省钱的话呢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呢，就是去免费申请 Go Cashback， 然后透过这个 Go Cashback 的网站呢，连去你想要去的网站，然后买你想要买的东西，那你就可以得到回馈金啦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变相的让你打更多的折啦。另外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赚一些钱。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在你要回国的时候，又叫你去帮他买东买西的话，那没关系，你就在 Go Cashback 上面帮他买，反正钱也是他付，你就可以赚回馈金啦。我怎么脑子转那么快，这么聪明啊？好啦，那如果有在美国生活或者是留学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会把申请的网址呢放在下面的说明栏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免费注册申请一个，反正申请注册也不用钱啊。那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生活或者是留学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影片给他看，然后让他申请一个 Go Cashback， 这样子你就可以跟他说，拜托帮我买一下这个，然后回馈金给你赚。好，那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呢有帮助到你，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再补充一下，现在是开学季，相信很多学生应该都会添购一些新的东西，而 Go Cashback 呢，它也有给学生一些另外的福利哦，就是你只要有学校提供的 email， 就是那个结尾是 edu 的 email， 你只要用这个 email 来注册网购的话呢，就可以更省钱。不管你是要买电脑、服装，甚至是一些生活用品，只要透过 Go Cashback 来购买，它就给你打折，打到你骨折，而且还给你回馈金。而这个回馈金呢，是可以换成现金，直接寄到你手上的哦。所以反正都是要花钱，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最省钱、最划算的方式来花呢？另外 ，Go Cashback 呢，它不只可以在美国使用，你在台湾啊，在香港，甚至是全世界 ，Go Cashback 的返利网站呢，都可以帮你省到钱哦。所以，如果你不在美国，但是常常喜欢在美国的网站上面买东西的话呢，加入 Go Cashback。通过 Go Cashback 的网站买，它可以帮你省钱，还会给你一些回馈金哦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运费啦。而且现在新注册加入的用户呢，他马上就会给你5块美金的回馈金，大家还等什么？赶快去注册加入，大家一起省钱吧！那这次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咯，不要忘记订阅哦，拜拜。